標杆人生第9課，乜嘢是令神歡喜？民數記第6章第25節咁話：願耶和華因你歡喜。詩篇第119篇135節：求你因僕人歡喜，教我生活正直。討神歡喜係人生嘅目標。既然討神歡喜係你人生嘅第一個目的，你首要工作就係要去挖掘點樣達成呢個目的。聖經話，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，然後去做。聖經清楚俾我哋一個令神歡喜嘅例子，呢個人嘅名就叫挪亞。喺挪亞時代，整個世界已經係道德破產，每個人唔為神，只係為自己嘅享受歡愉而活。神無法喺地上揾一個想要討佢歡喜嘅人。神心中憂傷，後悔做人，佢因此非常厭惡人類，開始思考要除滅一切嘅人類。但卻有一個人讓神心中歡暢。聖經話，可是上主喜歡挪亞。神話呢個人帶俾我歡笑，我要以佢一家從頭開始，因為挪亞令神歡喜，你我今日先會喺世上存活。從佢嘅人生，我哋可以學習到5個令神歡喜嘅敬拜行動。當我哋全心愛佢，神就歡喜。即使世上已經冇人愛神，挪亞仍然愛神多過愛世上任何嘅事物。聖經話，挪亞終其一生都係咁樣。挪亞淨係跟隨神嘅心意，又享受與神嘅親密關係。呢個就係神最想從你嗰度得到嘅。呢個就係宇宙間最令人驚訝嘅真理。我哋嘅創造者要同我哋交往。神為愛你而造你，有熱切嘅盼望你能夠回應佢愛。佢話，我不要你們的獻祭，我要的是堅定的愛。我要我的子民認識我。從神所講嘅呢句說話，你能否感受到佢對你嘅感情呢？神深深嘅愛你，並且渴望你嘅回應，又期待你認識佢，花時間同佢一齊，就講出咗點樣學習愛神同埋被佢所愛，係你生命首要嘅目的。耶穌稱呢個為最大嘅誡命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，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當我哋全心信教佢，神就歡喜。神喜悅挪亞嘅第二個原因係，挪亞即使喺睇嚟唔合邏輯嘅情況底下，仍然堅信神。聖經話，由於信心，挪亞在還沒有見到的事情上面，聽從神的警告，做了一條方舟，使他和全家得到安全。這樣，他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從神領受了因信而有的義。試想下呢個情景，有一日，神嚟到挪亞嘅面前話，我對人類好失望，除咗你之外，世上所有嘅人都唔思念我，只有你挪亞睇到你，我就歡喜。你嘅人生令我欣喜，我準備用洪水毀滅整個世界，只留下你嘅一家嚟重新開始。你要做一艘好大嘅船，佢要救你同所有嘅動物。呢個俾挪亞帶嚟3個難題。第一，挪亞從來冇見過落雨，因為喺洪水之先，神係藉着地上嘅霧氣滋潤大地。第二，挪亞居住嘅地方距離海洋相隔108000里，就算佢曉得點樣做大船，佢係點樣將呢個大船拉到水裏邊呢？第三，挪亞又點樣將所有嘅動物湊埋一齊照顧佢哋呢？
但係挪亞並冇怨言，亦冇揾藉口推辭，佢完全信靠神，因此得到神嘅喜悅。完全信靠神嘅意思係信任佢，知道乜嘢係對你嘅人生最好，你期待佢持守佢嘅應許，幫助你解決困難，並且喺需要嘅時候使到唔可能嘅變成可能。聖經話，他喜愛榮耀他，並信靠他恒久慈愛的人。挪亞用咗120年嘅時間先做好方舟。我相信佢曾經面對好多令人沮喪受挫嘅日子，一年復一年並冇落雨嘅跡象。佢被殘酷嘅批評為呢一個自以為神對講說話嘅狂人。我能夠想象到挪亞嘅細佬哥對於喺自己前院興建大方舟，一定感到非常嘅尷尬萬分。即使係咁樣，挪亞仍然信靠神。喺你嘅生命裏邊，有啲地方需要完全信靠神嘅呢？信靠係敬拜嘅行動，就好似細路哥信靠父母嘅愛同智慧，父母就快樂。同樣地，你嘅信心亦都討神嘅歡心。聖經話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當我哋全心全意遵從佢，神就歡喜。保存各種動物免受洪水嘅侵襲，需要喺補給後勤嘅細節上花費好多嘅心力。每件事情都必須完全按照神嘅指示去完成。神並冇話挪亞隨你嘅心意去做一艘舊船呢。神清楚嘅指示船身嘅大小、形狀、材料，以及要帶上方舟唔同數量嘅動物。聖經描述挪亞回應，挪亞就這樣做了，上帝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樣做了。請注意，挪亞係完全遵行，即係冇疏忽任何嘅指示，佢係完全依照神嘅時間同方法，呢個係全心投入嘅表現。難怪神喜歡挪亞。假如神叫你做一艘大船，你係會唔會感到疑惑、抗拒，甚至有保留呢？挪亞卻冇咁樣，佢全心全意嘅信服神，呢意味住毫無保留或者遲疑嘅去做神要你做任何嘅事，亦冇任何嘅耽擱嚟對主話。我嚟祈禱睇下，你冇任何嘅延遲嘅去做。每一做過父母嘅人都知道，延遲嘅順服就係唔順服。神對於你要去做嘅事係冇義務要向你解釋或者提供理由。我哋可以慢慢嘅了解真相，卻唔能夠拖延抗命。立即嘅順服比畢生嘅鑽研聖經更能夠令到我哋認識神。事實上，某啲命令除非先遵行，否則你永遠都唔會明白佢嘅意義。我哋往往嘗試選擇性嘅去遵從神，我哋會向神列出喜歡遵行嘅清單，卻係漠視嗰啲我哋認為唔合情理、困難、昂貴或者唔討好嘅事。我會去教會，但係唔會十一奉獻。我讀聖經，但唔原諒嗰啲曾經傷害我嘅人。部分遵從其實等於唔遵從，全心嘅遵從係熱切又滿有喜樂嘅去做。聖經話，歡歡喜喜地順服他。呢個正是係大衛嘅態度。耶和華啊，求你把你嘅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雅各對基督徒話，我們討神歡喜，係因住我們所做的，不是單因着我們所信的。你係講明咗救恩唔係賺得嘅，只係出於神嘅恩典。不過作為神嘅兒女，藉住遵從神嘅命令，你可以討佢喜悅。遵從神亦都係敬拜神。點解遵從神能夠討神喜悅呢？因為呢個表示你真正嘅愛佢，
耶穌話：你們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當我哋不斷讚美佢嘅時候，神就歡喜。冇嘢比接受其他人衷心嘅讚美同欣賞更能夠令我哋開心，而神亦都係咁樣樣。當我哋崇拜仰慕佢，佢就歡喜。挪亞嘅一生令神喜悅，係因為佢活在讚美同感恩當中。洪水結束之後，挪亞所做嘅第一件事就係築壇獻祭，表達佢對神嘅謝意。聖經話，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，在壇上獻祭。因為耶穌嘅犧牲，我哋唔再需要好似挪亞咁樣獻上祭物，取而代之嘅係，卻要以頌讚為祭，以感謝為祭。我哋讚美佢係神，感謝佢嘅作為。大衛話：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，以感謝稱他為大，這便叫耶和華喜悅。當我哋向神獻上讚美同感恩嘅時候，一件奇妙嘅事情就會發生，就係當我哋令神歡喜滿足嘅時候，我哋自己嘅心靈同時亦充滿咗喜樂。我媽媽好喜歡為我下廚，甚至我同太太結咗婚之後返到屋企，佢都會準備豐富嘅家常美食。佢生命中最快樂嘅事之一就係睇到我哋啲細路哥好高興嘅吃喝，享受佢所預備嘅食物。我哋食得越開心，佢內心就會越快樂。當然，我哋因住表達對佢廚藝嘅讚賞而享受取悅佢嘅快樂。因此，每當我哋食呢頓大餐嘅時候，我哋一面亦都大聲嘅去讚美我哋嘅母親。我立意不僅係享受食物，亦都取悅我哋嘅母親。於是皆大歡喜。崇拜亦係雙向嘅，我哋享受神喺我哋身上嘅作為，而當我哋向神表達我哋嘅欣喜享受嘅時候，亦帶俾佢歡喜，呢亦增加咗我哋嘅喜樂。詩篇話：義人歡欣快樂，喺神面前歡喜歌唱。當我哋使用我哋嘅才幹嘅時候，神就歡喜。喺洪水之後，神俾挪亞呢啲簡單嘅指引：你們要生養眾多，遍滿了地，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。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，如同才所一樣。神話而家係生命向前進嘅時刻啦。做我計劃人類去做嘅事，成家立室，耕種養生，真正作人，呢個正係我做你嘅模樣。你或者認為做屬靈嘅事，好似讀聖經、聚會、祈禱、分享見證，先會討神嘅喜悅。你可能以為神對你生活其他嘅部分唔關心，事實上，神樂於察看你嘅生命裏邊每一個細節，無論你喺工作、嬉戲、休息或者進食，佢唔會遺漏你任何一個動作。聖經話：敬虔人的腳步由主來指引，他喜悅他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。除咗犯罪，我哋只要存住讚美神嘅態度去做每一件事。每一件事都能夠討神嘅喜悅，包括洗碗、修理機器、推銷產品、編寫電腦程式、耕種、養家，都能夠榮耀神。神如同自豪嘅父母，佢特別享受觀看你使用佢賞賜嘅才能同埋能力。神刻意賜俾世人唔同嘅恩賜，佢做某啲人運動神經特別好，又做某啲人分析能力特別好，你或者有好好嘅機械方面嘅、數學上嘅、音樂上嘅，或者上千種其他唔同嘅恩賜，呢一切嘅才幹能力都能夠令神歡喜。聖經話：他按序塑造每一個人，現在察看我們所做的一切。
埋藏你嘅才能，或者試圖模仿他人，都唔能夠榮耀神或者令佢快樂。唯有作你自己，先能夠令佢喜歡。當你抗拒自己任何一部分嘅時候，就係否認神創造你嘅智慧同主權。神話你沒有權利與你的創造主爭論，你不過是被圖像所創造嘅陶瓷泥土。唔會問你為何將我做成這個樣子。喺電影《烈火戰車》裏邊，奧林匹克嘅短跑選手艾瑞克利德話：我相信神造我係有個目的，但佢亦都使我跑得快。當我跑步嘅時候，我都感到神嘅歡喜。後來佢亦都話：放棄跑步就係蔑視神。從來冇唔屬靈嘅恩賜，只有被誤用嘅恩賜。而家就開始好好運用你嘅恩賜去討神嘅喜啦。神亦都喜歡享受佢嘅創造，佢俾你眼睛享受美麗嘅事物，耳朵享受聲音，鼻子同味覺享受味道同埋美味，皮膚下嘅神經享受觸覺。當你全心感恩，每個享受嘅行動就變成敬拜嘅行動。聖經話：神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。神甚至享受觀看你嘅睡覺。當我哋嘅細路哥仲細嘅時候，我記得睇住佢哋甜睡嘅樣子係我極大嘅享受。好多時候佢哋日間惹麻煩唔聽話，但係佢哋安睡嘅時候，佢係顯得好滿足、放心、和平。我就諗起我係幾咁愛佢哋。我哋細路哥唔需要為我做咩嘢，我就能夠享受佢哋。單單睇住佢哋呼吸嘅樣子，我就已經好快樂，因為我愛佢哋。往往凝望住佢哋嘅胸膛上下嘅起伏，我就開心得熱淚盈眶。同樣嘅時候，當你睡眠嘅時候，神亦都係咁樣含住愛去凝視你，因為你係佢創造嘅。佢愛你就好似你係世上唯一嘅一個人一樣。父母從來冇要求子女完美嘅成熟先能夠享受佢哋。父母享受子女每一個成長嘅階段。同樣地，神唔會等我哋變得成熟先至會喜歡我哋。佢係愛你，享受你屬靈成長每個階段。或者喺你成長嘅當中，有無法取悅嘅老師或者父母，請你唔好認為神對你嘅感覺亦都係咁樣樣。佢知道你無法成為完美或者唔犯罪。聖經話，他當然知道我們是什麼造成的，他記得我們不過是塵土。神察看嘅係人內心嘅態度，渴望要討佢嘅喜悅，係咪你內心最深嘅渴望呢？保羅嘅人生目標係，我們立定心志，無論生存住在肉體軀殼之內，或者是因死亡而離開軀體，都以取悅主為目標。喺永恆嘅意義裏，你嘅生命嘅焦點應該係從我能夠從生命獲得多少快樂，變成神喺我身上可以獲取多少快樂。21世紀，神係正係尋找好似挪亞咁嘅人，就係嗰啲願意討神喜悅嘅人。聖經話，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看有智慧的沒有，有討他喜悅的沒有。過討神喜悅嘅人生，是否成為你嘅目的呢？神會為完全投入呢個目的嘅人成就一切。喺第9課嘅我的人生思想裏邊，我哋思想嘅要點係：當我信靠神，他就歡喜。我哋要背誦嘅經文喺詩篇第147篇第4節：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。
我哋思考嘅問題係：既然神知道乜嘢對我最好嘅，我應該喺生命中邊一部分更加信靠佢呢？